自2026年2月初3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号集十大人的温愿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申命记》第23章第1节到25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23章。性器官受伤也是掩起来的人，袂用得加入上主的会。私生子袂用得加入上主的会，伊的子孙到第10代嘛袂用得加入。阿门人甲摩押人袂用得加入上主的会，甚至到第10代嘛袂用得加入。因为恁出来吉的时，因无伫路呢用食物甲水迎接恁。搁请美索不达米亚的比大人比尼的囝巴兰来甲恁咒诅。毋过上主，恁的上帝无听巴兰，因为上主听恁，将迄个咒诅变做祝福。恁永远毋通帮赞因得到平安甲繁荣，毋通怨恨以东人，因为因是恁的亲族；毋通怨恨埃及人，因为恁捌寄居伫遐。因的子孙到第3代通加入上主的会。恁出去扎营要攻击对敌的时，着避免互恁滴到礼仪上无清气的事。恁中间若有人妄说滴到无清气，伊着出去营外，毋通搁入来营内。到尾暗的时，伊着用水洗身躯，到日落才搁通入营。恁伫营外着规划一个所在做便所。恁的装备着有土仔，互恁伫外面大小便的时，用来呕吐藏恁所放的。因为上主，恁的上帝伫恁的营内甲恁同在，要保护恁，将对敌交互恁，所以恁的兵营着保持圣洁，才免伊看见恁中间有污秽，就离开恁。若有奴隶逃脱，走去恁遐，恁毋通将伊交转去互伊的主人。恁着互伊住伫伊所爱的所在，所敬的城，甲恁做伙徛起，恁毋通甲伊欺负。以色列的男女毋通有人伫寺庙做妓女，也是孌童。寺庙的妓女甲孌童趁的钱，毋通带入来上主恁的上帝的圣殿谢愿，因为这2项拢是上主恁的上帝厌恶的。恁的同胞无论甲恁借钱银、食物，也是为生利息的物件，拢毋通摕利息。外族人若甲恁借，恁通摕利息，毋过借互恁的同胞就毋通甲伊摕。安尼，上主恁的上帝为伫恁要入去占领的地，伫恁所做一切的事赐福恁。恁对上主恁的上帝下愿，谢愿毋通延迟，因为上主一定会甲恁讨。恁若无谢愿，就有罪；恁若无下愿，颠倒无罪。恁所有亲喙对上主恁的上帝甘心下的愿，着切实遵守。恁入去厝边的葡萄园，通照恁所爱捌来食，毋过毋通踮伫器具内。恁入去厝边还未收割的麦园，通用手
定袂遂，毋过毋通用念力仔割。好及十大人的恩怨。申命记23章第30节讲到，阿文人甲摩押人袂用得加入上主的会，甚至到第10代嘛袂用得加入。恩怨毋若好及反向的手足亲朋，搁较冲向10代子孙，这对个人主义的社会来讲，实在学得通理解。咱活点连隔壁是谁，拢无法度认捌的世界，要安怎有10代的恩怨？根据第4节，阿文人和摩押人的问题，是因为以色列人出来吉的时，因毋领无供给以色列人旅程所需要的粮食和水，搁对美索不达米亚的比大城，雇请比尼的囝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。对现实处境来看，以色列人伫旷野流浪，拄好是处踮极度的脆弱和困境中。阿文人和摩押人身为罗得的后代，是甲以色列人有血缘关系的族群，但是面对近亲的困苦，因毋但无提供基本的人道援助，反倒看因无在眼内，搁出官计，雇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。这完全暴露因内心的冷漠和欠缺怜悯，搁较是对以色列人的敌意和仇恨。这种敌意并毋是偶然的，是根植伫因内心的骄傲、自私和对上帝旨意的抗拒。这个内心的冷漠、怜悯、敌意、仇恨、骄傲、自私和对上帝的抵挡，影响会延续偌久呢？经文予咱一个数字：10代。10代是一个漫长的时间。上帝无容允任何事物污秽伊的圣洁，因为安尼愿意用10代的时间来针对人内心的冷漠、怜悯、敌意、骄傲、仇恨、自私，对上帝旨意的抗拒进行留下查看。10代也予咱看出上帝对欺负伊百姓的民族严格监视，避免因再犯。尽管有安尼严厉的律法和历史的责怨，上帝怜悯的超越性却依然流露出来。罗得是一个摩押女子，按照律法袂用得加入上主的会，总是上帝怜悯却突破这严格的规定。罗得这位摩押女子，因着信，因着对以色列家族的怜悯和忠诚，因着对上帝的归顺，毋但嫁予波阿斯，搁成做大卫王的查某祖，进入耶稣基督的家谱。对摩押女子罗得的性命，咱见识到上帝的恩典和怜悯，赢过律法的严厉和历史的责怨。无论偌尔严厉的律法，无论偌尔深重的历史责怨，拢挡袂牢上帝的怜悯。无论什么时、什么所在，上帝拢乐意使怜悯来订写你我的性命，搁有国家的历史。默想，我的性命准备偌济空间来承接上帝所赐怜悯。我愿意担起
调适家己的思想态度，或是固守成见，拒绝改变的。我的生命准备偌济空间来承接上帝所赐怜悯。我愿意担起调适家己的思想态度，或是固守成见，拒绝改变的。咱来祈祷，主啊，过去受伤积怨，加上教了主义，我对人的拒绝就搁较有力。求主帮助我将眼光聚焦你的怜悯，帮助我相信严格的教条主义和积怨的历史，拢挡袂牢你的怜悯。我相信怜悯毋简单互对方，搁较是为着互我得到自由的生命。奉耶稣的圣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